聽信。你兩個低頭族，長期耷低頭玩手機，條腰又坐到歪晒，知唔知咁樣好容易出現肩頸膊痛嘅問題㗎？你哋知唔知啊？啱啱耷低頭撳手機呢個動作，幾十個壓住你哋頸椎㗎啦！再唔改善，兩個變晒做烏龜啦！嚇，唔好嚇我啦！我條頸都冇咁長，我唔想做烏龜喎，咁點算啊？嗱，不如我哋放低手機，等我幫你哋檢查條頸椎，再教你哋一啲伸展嘅動作，放鬆翻緊張嘅肌肉啦。開始時坐下，將右手放在腰後方，再用左手將頭部拉向左側傾，感覺右邊上斜方肌有輕微拉伸，保持緩慢呼吸10至15秒。完成後拉伸另一邊，重複以上動作，左右為之一組，每次可進行2至3組。開始時坐下，眼望前方，雙手抱頭，前臂緊貼耳朵兩旁。吸氣時頭部慢慢向下移動，屈曲軀幹至雙手手踭觸碰大腿，之後慢慢呼氣，由腰椎開始伸展到胸椎及頸椎，最後頭部向上，雙手手踭向身體兩旁打開，為之完成一次。重複以上動作進行3至5次為之一組，每次可進行3組。單腳深蹲不但可以鍛鍊到下肢嘅肌力，更加考驗單腳嘅平衡力同埋核心肌群嘅穩定性。開始嘅時候可以坐喺凳上面，其中一隻腳稍微抬起離地，雙臂伸直舉高至膊頭高度，之後單腳發力向上起身企直，再慢慢蹲下，返回起始位置。過程中腰背挺直，保持身體穩定。起身坐低為之一次，重複以上步驟，做8至12次為之一組。再換另一隻腳，重複以上動作，每隻腳做3至4組。開始嘅時候可以坐喺凳上邊，雙手手握啞鈴或者水樽，放喺身體兩旁，手踭屈曲提起啞鈴至肩膊水平，打開雙臂，雙腳發力起身，同時舉起啞鈴呈弧線形推至頭部上方，之後屈曲手踭，將啞鈴放於耳朵兩旁，手踭向心口方向移動，慢慢坐低。同時將手踭伸直放於大腿兩旁，重複以上步驟8至12次為之一組，每次做3至4組。跟教練拉完筋之後，我啲膊頭同頸都鬆晒啦。你哋知唔知啊？長時間嘅姿勢不良啦，經常玩手機，頭部前傾同埋寒背，容易造成我哋嘅肩頸啊過鬆或者過弱啊，所以以後唔好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玩手機啦，知唔知？知道啦，而家鬆晒唔痛，又可以繼續玩手機啊！耶！仲玩手機，要玩都玩啞鈴啦！我哋咧日常除咗要鍛鍊身體之外，想保持精神，我哋仲要識得選擇食物。我哋建議選擇一啲低升糖指數嘅食物，因為低升糖指數嘅食物咧，多數屬於高纖，可以慢慢消化，咁我哋就冇咁快餓啦。例如係將糙米加入白飯度一齊煮，或者用意粉去代替米粉，甚至係用大豆小食棒咧去取代白麵包做早餐，咁就可以穩定血糖、精神上堂。